小放牛又来了，放不完了。3月里来，桃花红，杏花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已开，妈妈一对一哟喂。你要吃，我要吃，好酒就到杏花村。哎呀，前几句还唱的哩哩啦啦。今天的这个笑话蛮好笑，开心的，还没讲就现在笑起来。哎，观众朋友搞不好给我被我们的气氛感染，是挺有意思，期待的。今天这个也蛮有意思的。来，给我讲。哎，有个家庭主妇啊，马上就要临盆就要生了。哦，啊，结果这个，哎呀，这救护车来了。这个一路上的医生呢也是蛮这个亲切的，还是忍耐下。哦，我就听你们在，好医生，我是听干呢。别马上医院马上特别搞，给我进来一下。哦，安尼给我进来好的话，哎呀，路途够远安尼。哦，我这边第二摆给我听起来，这么说出来，我这赶到会讲进来一个，马上病院就搞，已经看到了，真是的哈，哎呦，这刹车进来了，讲啊，刚才第二摆搞一下，但是医生拍摄，我已经动不掉，在电梯里面就生下来了。好，兄弟，给我进来一个，哇，糟了，电梯里就生了。医生一看那个状况，只有马上为他接生了，就在电梯里啊，大概小麦看起来啊，大家哈，非礼勿视啊，就开始接生。可是旁边人还是好奇呀，哎妹，我们看来电梯来的看到新囝，我们头一摆来个看没呢？啊，那个太太生下一看，哎呦，一抬头四周都是人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开始考就见笑，觉得很丢脸。我那点家死囡啦！医生说：“哎呀，太太，你在靠上，是太高兴了，不是啦，你们看那边这些人在看，我先就拍死。我跟你讲个故事，你就放心了。哦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跟你讲，上次还有一个太太在医院大门口就生了呢。哎呦，对吧？那天呢，你的心里就平衡一点了吧？啊，大门口，靠多他大声，一起来靠上，害怕西瓜了。”哎呦，我还真衰了，我们把它蒙成电视了。哎呦，你看，电动好像更小一些。哎呦，哎，这种圣主那真是稀疏呢。我到现在听说是一辈子有的，在飞机上升不用付机票哦，火车上升不用付火车票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哎，那电梯好像，电梯就免费的。我看是不是？大门那个是张飞，电梯那个是费玉清。我个罗时全、罗时丰，我靠呀！来，今天这首歌也要选一首。来看这个歌，选这个歌曲的部分要跟小娃娃有关。小娃娃就让你来选了。妹妹背着洋娃娃，是不是？又不是幼稚园的故事啊！还有一首《回娘家》哦，蛮不错的，还真会选歌。好，就唱这首了，好不好？《回娘家》耶！他背起了小娃娃呀，回呀嘛回娘家，娘家嘛远在山呀嘛山脚下，有羊鸡呀，有羊鸭呀，还把我